弟兄姐妹平安，周间信息题目：细心的主。圣经诗篇ulit在说20iragusiwa zefang sakacaya tusir tangasa sakanem tusir。上主啊，你洞察我，你认识我。大棒奥masab tu isuku falutu aku mafana tu kisu i takwanan。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mafana kisu tu wakawak aku yo ira aihu i mafana tu kisu tu ni haratengan aku。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Ano matayar, ano bahanhan kakui, maaraw tu isu kaku, mafana kisu tu ni semakan aku min。我没有开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Tapangau, tahuka paswar kakui。mafana tu kisu tu saswa alun aku。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ira kisu i tadihi aku mi simau maliput no icer isukaku。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不是我所能理解。Lalu rungku nika fa na isu itakwanan saka faka kaku saai tuku mama firu aku ami harateng。神细心的留意大大小小一切的需要。你在睡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躺卧的时候，你说话行动，神都知道。他留意你生活上一切细节，一切的需要。他在你前后环绕你，他荣耀的同在那样包围你，护持你，就是要保守你能够行走在他的心意当中。我们一定要将灵魂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细心的查验何谓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常常放下自己的想法，接受神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感觉，来体贴耶稣的心意，放下自己的做法，来留意神做事的时间与方式。我们如此细心的侍奉生活，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细心，他留意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护卫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每天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恩典，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神要给我们多而又多的恩典，如果我们愿意做一个传递神恩典的人，就能不断领受神的恩典。曾经有一个弟兄在一次祷告中，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说，把你的吉他送给别人。那段时间他很有兴趣弹吉他唱诗歌，他心想，这个吉他花很多钱买的，为什么要把吉他送给人？他不理会心中的这个想法，可是每一次上床睡觉的时候，就会一再想到这件事。后来他不得不起来问主，主耶稣，你赢了，我愿意把吉他送给人，到底是要送给谁？忽然有一个同学的名字
在他的心中跳了出来。他觉得很奇怪，他和这个同学并不熟，也不知道他对吉他有没有兴趣。等到暑假结束，学校开始上课，他在学校遇见这个同学，就对这个同学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是神叫我要把吉他送给你，即使你不弹也要保留它。他想这个同学一定会把他看作是一个神经病，但同学的反应让他出乎意料之外。那个同学眼眶都是泪水，从书包拿了一本日记打开给他看。他说，在暑假的时候，神对我说话，我就把神的话写下来。有一把吉他是主要送给你的礼物，虽然你不知道怎么弹奏，但是主会教你弹奏，会教你唱诗歌，赞美神。送吉他的弟兄很高兴，因为他把握住机会服侍主，荣神益人。我相信这些日子，主要更多的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细心的留意到周围的人的需要，好叫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可以代表耶稣，彰显耶稣的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洞察我，你认识我，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我没有开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不是我所能理解。谢谢主耶稣那么爱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Jesus is my life.